叨叨，哎，来一下。好嘞。叨叨，世界那么大，你不想出去看看吗？这句话咋这么耳熟？领导是不是在考验我？好好的，领导，你就是我的世界，我哪都不去。你真的不去吗？公司是我的家，我宁愿天天在家玩，但我不想出去看一下世界。太可惜了，公司安排了5亿带所有人去泰国旅游。既然这样子，你就在办公室开假吧。领导，其实我也想看一下这个世界。这就对了，来签一下名字。不好意思，太好了。既然想看外面的世界，明天开始不用来上班了，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吧。欢迎来到16之爱的节目，请问2位是怎样相爱并且走到最后的呢？有一天我下班开车回家的路上啊，他在打车。妹妹去哪儿？红山路。红山路，这么巧，我家也在那儿，我帮你送一下吧。第一次送他回家，2人就在一起了吗？没有，还有第2次。哎，真是你！好巧。这是去哪儿？三桥那边。三桥啊，刚好我家也在三桥呢。是了吗？啊，是了。他无论在哪见到我，无论我要去哪儿，他都要送我回家。其实结果都是一样的，都是顺路。我家也在那儿。这个理由好浪漫啊！这不是理由，真的，我在我们街有80套房子。他去哪都有我的房子，所以是吧？其实我一点都不在乎他的钱，我只在乎他的真心。我信你个鬼！你这个糟老头子！妈，我作业做完了，能不能玩会儿电脑？玩电脑？你同学拉苏玩电脑吗？不。他学习好吗？好。拉苏不玩电脑才学习好，你还好意思说玩电脑？赶紧去学习。但是我同学多多也玩电脑啊。多多也玩电脑吗？玩。多多他学习好吗？好。多多学习好才玩电脑，还好意思说玩电脑？赶快去学习。可是蓝宝也玩电脑啊。蓝宝他也玩电脑吗？玩。他学习好吗？不好。他玩电脑才学习不好，你还好意思说玩电脑？赶快学习。小鱼你怎么说呢？小鱼也玩电脑吗？不玩。他学习好吗？不好。你看他学习不好，都不玩电脑，你还好意思说玩电脑？赶快去学习。好，我学。终于捣破了，呀！还是哦，哈哈，他们记错了这个手套，记了2只左手的。喂，你好，亲，有什么可以帮你的？你们记错了，记了2只左手的，我给你们拍个照发过去啊。照片收到了吗？收到了。还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吗？没有别的，就是这个手套的问题。哦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我咋知道为什么呀？你们记错了这个东西。哇，这个真厉害啊！哎，你好好擦东西厉害啊！记了2只左手的，我没办法戴。这个问题不是手套的问题，哪儿的问题？是您的手长反了。我给你看一下我们正常人手长什么样啊？真的，我的手是这样，他们手是这样。哎妈，你没发现我的手是长反了吗？我也刚发现。小姐姐挺漂亮的嘛。谢谢啊，一般般啦。哎，晚上有没有空一起吃个饭的？晚上不了吧，我都结婚了。结婚了，好好子啊。真的。啊，姐夫是干嘛的呀？姐夫一会儿给你剪头发呀。哪剪？随便。啊？随便。晚饭还吃不吃了？不吃。吹不吹了？不吹，我记得。哦呦，太好看了！要吗？10块钱。啊，行吧。能不能跟我的妈一起拍个照？可以啊，来，笑，你看一下，太帅了，发给我，兄弟。998元。好，咋这么贵？因为这个照片我拍的，版权属于我，要不你给998元，要不我把马带走。马要多的呀，版权属于我。哪儿不对劲？
拍一张照片就属于他吗？版权属于我。这我的烤肉！哎，那是我的烤肉！我拍下来了，版权属于我。姐，你好，沈总。这是我自己写的，特别赚钱的一个项目，做好了这个公司的纯利润是100万，我想把20%分给你。真的？好，行，我来做。签个字。还要提醒一下，你接的这个项目，年终奖金就不发了。啊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好，好嘞，那你先看一下内容。好嘞。我做不了。你都已经签好了，除非时光倒流。有人。哎，老婆啊，我跟叨叨现在在小区公园坐呢，咋拍？你说啊，蹲下来，仰望天空45度啊，叨叨比个心，马上发给你。全小区我的家庭地位最高。快钱！你不信？喂，老婆，赶紧回家给我做饭，买2瓶酒，2斤肉，还有小龙虾，别那么多废话，听到没有？听到没有？这是我老婆最喜欢吃的，别废话，赶紧送。哎呦我的妈！你看我的手机一直在放着，想都不想，这个叫尊重、相信。我不是夸我自己老婆，我们结婚2年了，老婆没有大声的跟我说过话。哦，瞬间成日，妈妈照约，爸爸接旨。臣接旨。家里没有米和油了，卫生状况也较差，请速速回家，否则大型搓衣板伺候亲子。一切一绝。